腦入面第一句邊間先識貨啊？話達五金去到等你。1982起步，細鋪做到而家成條路。香港長大風雨都走過，做批發做口碑做專業貨。上入面拎出嚟全部都實證可靠，唔使賭命未條安全。我哋當自己人咁樣去考，抬頭望住個logo，幫你慳返時間同辛苦。師傅笑住講一句，有華達五金變藝術。華達五金夾緊就穩陣，年年月幫你手去撐住，好貨一手揀到就放心，想慳力又要慳時間就揾華達五金。華達五金做到好貼身，用家角度幫你諗到盡，講得盡安全可靠，口碑逐件砌，想做嘢做到更順手就記住華達個名喺度。為核試上陣夠力又順手，木正放出場，木味都響到，卡成一開工火花都覺得型，跟住上再幫你拉正線，手入面揸住會客，扭每一粒螺絲都好穩 Grace， 守住你條命，工地企得安穩先叫夢想。10年落力做安全，一研究點樣再提升，一件新產品出街，想香港人返屋企都安枕。華達五金夾緊就穩陣，